大家好，我係 Viet， 今次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方便又簡易嘅上班妝。朝頭早，無論時間幾趕都好，我都一定會搽咗護膚品先化妝，個底打得好，個妝先 keep 得耐㗎嘛。為咗做一個好薄嘅效果，打底霜我會用粉底掃2打圈嘅方式，輕輕咁樣推薄佢。我嘅眼圈比較深色，所以我會用2種顏色嘅遮瑕膏。深色啲嘅呢隻呢，我會一次過搽上兩邊眼，為咗慳時間，我會2隻手一齊做 branding。淺色啲嘅呢隻呢，我就會搽喺眼圈最深嘅位置，做返個突出感。仲有鼻翼同埋遮返個唇線。想快啲出門口，底妝可以用粉餅，我最鍾意 Super 呢隻，佢好薄好貼，出嚟嘅效果都好自然。仲有少少嘅特別技巧，就係粉底主要落喺面嘅中間、額頭、鼻尖同下巴，然後將粉底由中間推出去，咁出嚟嘅效果就會均勻啲，唔會一笪笪。眉粉淺色用嚟搽眉頭，深色嘅部分可以喺眉尾勾返個眉形。想個眼影持久啲，先用膏狀嘅啡色打底，再喺雙眼皮位用返一隻有閃粉嘅眼影。然後再用個啡色眼影搽返喺啱啱打咗底嘅位置，眼頭用珍珠色。用黑色嘅膏狀眼線筆畫返個上眼眼線，眼線液打橫個掃頭嚟畫會快好多。下眼線一樣用返黑色眼線筆，喺眼尾畫1/3度。胭脂我用咗我最鍾意嘅花瓣胭脂，輕輕將個掃均勻咁印落啲花瓣度。
下巴、腮圍同額頭都可以掃少少。今次揀咗珊瑚色搽喺嘴嘅中間，之後用手向外印，做返個咬唇妝。最後用呢隻睫毛液可以令睫毛睇落有更加纖長嘅效果。一個方便又簡易嘅上班妝完成啦，希望大家鍾意啦！